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我常在伫节目中提起着阮知己的北部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，主持下晡的时段。结果我咧甲学老，伊拢咧甲我闹过，你敢知？我一摆听众朋友敲call in的电话入去，伊说咧讲国情啊，甲我阿国啊学老应该，因为我是老牌老二号，毋是最近新广告。国情啊，解文说理都做无几年呢，那我淡只徛单已经徛正10档啊，你敢知？我这个节目比较伊看板搁较明，正人搁较拥护。当然，阮两个知己的，伊讲话是咧跋肚，毋过即句话是民间流行斗句的言语。老牌老二号，毋是最近新广告，这就是一种比较。伊的看板已经老二号啊，信用当然就较好。啊，若最近才新出来广告，信用好歹，咱买哪会知？毋过啊，国兄是真听我，伊安尼听众朋友咧甲国情啊学老，伊安尼甲我吐槽，甲我闹开尔，伊去讲翻头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国情啊，真正节目交做人品嘛好啦，无像我啦，真侪查某囡仔要敲口音，我毋敢甲听，拢要起来甲我怨叹，怨叹我阿国啊，食要死，食了煞无留住子。朋友，即句啊那民间的流行话，食要死，死甲自己的字拄啊斗句，意思讲吼，甲戏人我的感情，戏人咧才做你走，我连自己都无留，叫我要去倒位找人，吼，这毋知相识的那只牛，食要死。死讲会当斗即句自己，互听一摆就会记的。国情真正民间来到即庄，去到迄个角头，拢有听人讲，才安尼捡做伙，甲你互相研究。啊，讲兄家己口说两句尔，换口音迄个听众朋友毋甘。讲我知啦，恁两个就是知己好朋友，才安尼吼讲话安尼揢来揢去。我看恁两个规矩去换贴，结果阿讲兄，搁另外一句斗句的话甲印翻头，讲心肝好免食菜。朋友好，免结拜，你敢毋捌听人讲？哦，食菜的菜，甲结拜的拜，有影共款个斗句。原来去到倒位，就捌听人讲即句新鲜的俗语。当然，人要清口毋清口，要食菜毋食菜，这是个人的修养。啊，毋过重点是后壁即句讲朋友好免结拜，要紧要强调，强调讲吼，朋友好甲死，配烂换贴的，也是啉火酒换贴的，结拜莫提起。当然。这拢是国情啊，世界去听趣味的言语，才有法度捡做伙，但解文说理，甲你互相探讨甲参考。